尊敬嘅各位大德、各位菩薩，大家好。我哋繼續嚟學習印光大師開示嘅護國息災根本。我哋上晝學習咗大師嘅第一日嘅護國息災法語，談到係念佛息蘇先至係護國息災嘅根本方法。咁我哋繼續嚟睇大師喺第二日嘅開示。第二日講嘅係因果報應以及家庭教育。呢個也是護國息災嘅一種重要方法。大師開始話：昨日講淨土法門，今天講護國息災法會之意義。呢個係承上啟下。昨日嘅開示，印光大師講嘅係念佛呢個法門。今日呢，就繼續講護國息災呢個法會有咩意義？若然護國息災，先要知國如何護，災如何息。如果我哋唔知道點樣嚟護國息災，咁就冇效果。所以首先我哋要明白道理。我為欲達此目的，有二種辦法。邊兩種辦法呢？一是臨時，二是平時。所以護國息災平時要用功，臨時嘅時候更加倍精進努力。如能平時如數念佛，以求護國息災，成有無限之功德。呢個講係平時嘅功夫，平時食素念佛。食素係戒殺，唔同一切眾生結呢個冤仇。念佛可以轉我哋嘅定業，以求護國息災。呢個有無限功德。即臨時虔敬以求護息，亦有相當之效力。咁平時用功，臨時自然就功夫得力。真有災難嘅時候，我哋虔敬咁樣去祈求，佛力加被，能夠護國息災，化解災難。咁呢個係效力會好大。即使係平時用功不得力，喺臨時嘅時候能夠有虔敬之心。最緊要就係呢兩個字，虔敬。虔係虔誠，敬係恭敬。古人話自誠感通。真正把自誠心發出嚟，求
消災免難啊，咁先至有效果啊！呢個講嘅係臨時啊抱佛腳啊，最關鍵就係有虔敬之心啊。不過應以平素大家能互識為好啊。雖然話臨時同平時呢兩種辦法，但係平時更加重要啊。平時就能夠斷惡修善，戒殺食素，一心念佛，自然就消災免難，天下太平啊！好，下邊講嘅一段，蓋平素若大眾如數念佛，願力相繼啊！我哋平時大家能夠食素念佛啊，我哋有呢個願力係乜嘢呢？係幫助世間化解災難啊，幫助自己呢一生成就啊，往生淨土啊，有大願力。願力最緊要相繼啊，繼就係繼續啊，相續不斷啊。最怕就係發咗願之後中斷啊。今日能夠發起大願，要為世間消災免難去努力修行，去念佛啊，呢個不得了啊！所謂初發心勇猛精進，但係呢，就最怕就不能長久啊！發起心一日能夠精進啊，第二日就慢慢呢嗰個精進程度減低啦啊！過一兩個月就開始懈怠。再過一年兩年，願力都冇埋啦。咁樣修行就好難成就。所謂3天打魚2天曬網。一日呢個努力，但係呢3日呢個鬆懈。咁功夫就不能夠成片果然能夠願力相繼唔中斷，咁邪氣消而正氣長人嘅正氣生起來啦嗰啲邪氣自然就消減呢個正氣。我哋話人修行有一種磁場佢嗰種氣質轉變，你喺佢身邊你就覺得佢正氣凜然心裏邊唔會有邪思邪念，自然就有正氣咁自然就嗰啲災難離佢而去下面講人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自能國家得護，而災禍不起矣我哋人都能夠存好心，講好話，做好事，身口意三業都係善嘅，善必定得善報所以國家就得到護持用咩護持用我哋嘅正氣，用我哋嘅善業嚟護持國家，因為我哋嘅國家，我哋嘅世界
都係我哋業力支持嘅，係心想生所以要護持我哋心想生出嚟嘅國家，必定要用我哋嘅善心、善意咁災禍不起唔會有災難。古書有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呢一句話係出自於《黃帝內經》。聖人佢係治未病，人未病嘅時候就幫你防治，你唔可以生病，唔係話等咗有咗病啦呢個時候先治，已經係低咗一等。對於國家也是一樣，不治已亂治未亂。國家未亂嘅時候，就要居安思危，就要諗到如何能夠使到國家長治久安。如果亂咗啦，呢個時候再嚟治理就難啦。所以蓋以亂之治難平，未亂之治易安。國家已經亂咗，有呢啲天災人禍現前啦，呢個時候就去平息唔容易要喺佢未亂之時治理佢，而治理嘅方法最好嘅係乜嘢呢？用教育。所謂建國軍民教學為先。我哋歷史上睇到歷朝歷代，尤其係開國嘅呢啲皇帝，都懂得呢個道理。都能夠用倫理道德因果嘅教育嚟幫助國民斷惡修善、破迷開悟。所以人民點會話犯上作亂、造作惡業呢？人心穩定就社會穩定，社會穩定，經濟必定繁榮，國力自然強盛，就唔會有外來侵略。下邊講治國亦如治病有治標者，有治本者。所以《黃帝內經》講究嘅道理係治未病治未亂。治病同治國嘅道理係一模一樣。因此古人話《黃帝內經》下可以治身治病，上可以治國咁治病我哋都知道要標本兼治所謂本就係根本病因喺邊度，要把病因揾出嚟啦，把病因消除，個病先能夠好。治標者係喺表面上面係治嗰個病症。依家西方嘅醫學都係喺呢個症狀上邊下功夫症狀解叫治標
譬如講頭痛就醫頭，腳痛就醫腳。呢個頭痛佢有多種原因。中醫佢唔係只喺症狀表面上面去治，係揸住佢嘅病因，從病因上面去根除，咁樣治病先叫做根治咁自覺也是一樣。我哋國家如果有不安定嘅因素出咗問題啦，我哋要去諗呢個病因喺邊度由乜嘢引起嘅？可以咁講，大凡社會有不安定嗰個根本問題喺邊度？教育出咗問題我哋睇依家嘅呢啲媒體裏邊電視、雜誌、報刊網路呢上邊佢哋嘅啲內容呢個就係教育教導國民乜嘢？如果教導國民係殺盜人亡嘅內容係貪嗔痴慢嘅內容，呢個麻煩大啦，必定使到社會出亂子應該用乜嘢教育呢？要用倫理道德因果嘅教育使到人心能夠止於至善唔允許有任何嘅邪知邪見污染國民，呢個社會先能夠長治久安。所以下面講到，治病者係以亂之治，病成而求其速效不得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治其標醫病嘅道理人已經有病啦，出咗問題啦呢個係好似國家已經亂咗，有咗社會問題啦，呢家時候要去治理唔容易咁點樣醫呢？我哋想求其速效快速咁樣醫好佢，首先要喺症狀上面去呢個減輕病苦所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呢個係治其標冇辦法呢個係急救用嘅其標嘅寄餘然後再治其本所以症狀得到咗緩解之後，就要話喺根本上去治啦根除病因，使之血氣周流，形為舒暢人血氣流通就唔會有病病點樣嚟嘅呢？血氣唔流通如果流通舒暢，自然呢人就唔會有病所以治本係要喺呢個血氣方面去使到人恢復正常。本紀遇見自能精神振奮，可以奮發有為所以根本嘅病因去除咗之後，人恢復咗正常
佢就能夠精神振奮，奮發有為，可以做一番事業。事業要有身體基礎，咁自覺也是一樣。依家我哋社會如果有問題，乜嘢係最關鍵、最緊急嘅問題？我哋先治理，揾出根本原因，標本兼治。我哋睇下邊第3段。現時國家危難，以至千鈞一髮之際，如以為今日欲言治國，須標本兼治。呢個印光大師喺當時正面臨住日本帝國主義者嘅入侵嘅危難，可謂千鈞一髮，非常之危急。咁今日要治國，就要標本兼治啦。標就係症狀上要治理，本就係病因上要去根除，兩者都要落功夫。兼治之法，莫善於先能念佛力善，戒殺食素，且能深明三世因果之理。所以標本兼治用咩方法呢？最善嘅方法，即係最有效嘅，就係先能念佛力善，念阿彌陀佛，一心為善，戒殺食素，而且仲要明白三世因果嘅道理，因為懂得三世因果，自然就能夠斷惡修善。佢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自己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任。所以念佛修善，你一個人做，你一個人就能夠消災免難。大家一齊做，大家同時都係消災免難。咁你一個人做，其他人唔做呢？災難嚟到嘅時候，佢哋要受災難，你自己唔受災難。佛法裏邊講，共業當中有別業，別業就係個別嘅，眾生有共業，災難係共業所感。而你呢？你收嘅業唔同，同大家唔一樣，你就有別業。所以大家受災難啦，你可以唔受。所以呢個我哋要大力咁樣去提倡念佛修善、戒殺食素，以及因果報應嘅呢啲教育，幫助世間消災免難。蓋現在世界之劫運，五人所受各種災難，皆由過去多作惡業，以致現在感受苦果。我哋依家所受嘅災難，天災人禍，都係由於過去所造作嘅惡業咁嚟嘅，以致受到依家嘅呢個災難苦果。
凡事都有因果。連美國夏威夷土著嘅佢哋啲長老都明白呢個道理。佢哋話：我哋呢個世界一切都係由於我哋自己念頭決定嘅。美國嘅著名嘅預言家海西呢個係二戰當中嘅一位受到美國大眾尊敬嘅呢一位先知，佢講到話一個人一生所受嘅冇一樣係偶然間發生，通通都係自己過去所做作嘅善惡業咁得嚟嘅，所以唔會有偶然發生嘅事情樣樣都有因果。所謂因果報應係絲毫不爽，不爽就係唔會有差錯。下邊講，故知此種惡果，即是過去惡因之所造成咁我哋就明白啦。我哋依家所面臨嘅呢啲天災人禍係由於自己過去生中造作不善所以欲免苦果，須去苦因要消災免難，一定要把消災免難嘅嗰個因去除，咁先可能達到呢個目的。下邊講，過去以種之苦因，念佛懺悔，乃能消除。要消除苦因，最有效嘅方法莫過於念佛懺悔。念阿彌陀佛，我哋嘅念頭集中喺佛號上面。佛號係阿彌陀佛無量劫來功德之所成就，叫做萬德洪名。所以念佛係上善，係至善。念佛嘅時候，惡念不生啦，自然苦因就消除。過去所做嘅苦因係由於自己糊塗、迷惑顛倒產生嘅呢啲錯誤觀念造成嘅。依家我哋要懺悔，所謂懺悔就知道自己過去做錯咗，能夠知道過去所做嘅錯事，明白自己有啲乜嘢缺點，有啲乜嘢錯誤，呢個人叫做開悟。開悟之後，能夠把呢啲錯誤改正過嚟，呢個叫做修行。所以懺悔係修行。懺悔最緊要係咩呢？後不再做。唔係話我依家要懺悔罪業啦。喺佛菩薩面前，每日重複咁樣把自己過去做嘅嗰啲錯事講一次，以為咁樣叫做懺悔，唔係。假如我哋每日喺度重複講自己嘅錯事，重複諗自己嘅錯事，係重複咁做業過去已經做錯咗啦，依家仲要口上講出嚟，
意念去諗佢過去係身造業，依家係口造業同埋意造業，身口意都喺度做，呢個罪孽點可能懺悔得完呢？真正懺悔係知道自己錯咗之後，以後唔再做。喺佛菩薩面前懺悔就係發願，以後我唔再犯同樣嘅錯誤。好似儒家孔子學生顏回所講嘅所做嘅，不宜過。不宜過係過失唔會有第二次。犯咗一次自己知錯啦，第二次唔再犯，呢個叫做真懺悔。呢個苦因就斷咗啦。苦因斷咗啦，將來就唔會有苦果啦。所以現在若不再種苦因將來即可免受苦果。咁何為苦因呢？我哋要知道乜嘢係苦因咁先可能會消除佢。如果知都唔知道咩係苦因，咁你點樣去消除呢？苦因係貪嗔癡三毒事。貪係貪心、貪欲、貪五欲六塵嘅享受。所謂五欲，財色名食睡。睇到件財貪心，睇見色貪心。睇到有名就貪名。貪食貪睡，呢啲都係好重嘅煩惱。儒家講話欲不可長，欲不可縱。欲望要把佢壓制，唔可以使佢滋長。佛家講貪欲要斷。人輪迴受苦根本原因就係在於貪。貪而不得就生嗔恨心。所以貪連帶住就有嗔。順境當中對呢個境界就起貪心。見到自己中意嘅人、自己中意嘅事嘅物，起貪心。喺逆境當中呢，自己所討厭憎恨嘅嘢，嗰啲事情，嗰啲人，偏偏成日見到，擺脫不掉，所以心裏邊就嗔恨，發脾氣。貪嗔都係愚癡愚癡係糊裏糊塗唔明白事實真相。事實真相係乜嘢呢？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都係夢幻泡影嘅嘢，你貪乜嘢呢？你何必起嗔恨心呢？好似你發夢，你發夢裏面得到各種財色名食睡嘅慾望，你真正得到咗咩？冇夢醒咗之後，空空如也，乜嘢都得唔到。我哋人就係咁樣人就喺一場大夢當中，人生如夢確實係咁。到頭來你一樣都得唔到，一樣都帶唔去。古人講話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所以見到
任何境界都唔起貪心，都唔起嗔恨心。呢個人有智慧，佢唔愚痴。要把貪嗔癡三毒煩惱放下，呢個苦因就去除啦。呢個苦果就冇啦。貪欲感應係水災好似依家我哋見到海平面上升，呢個係溫室效應嘅結果。南北極嘅呢啲冰融化呢個有大洪水，呢啲係水災。水災係貪心得嚟嘅。全世界嘅人都貪名貪利，所以感得我哋呢個世界海平面上升水災依家好多呢啲島嶼國家都面臨住國家毀滅嘅危機。點解呢？海平面上升要把佢哋淹沒咗。再向上升，可能所有沿海嘅大城市通通都會浸喺水裏邊。呢個嗔恨心感應係火災火山爆發，呢啲都係嗔恨心愚痴感應係風災所以要把呢個三毒煩惱去除之後，嗰啲災難先可以去除。咁何謂善因呢？濟人利物事善因就係救濟他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自私自利放下，呢個係善因若人人能明此因果之理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災禍自無從起所以真正明白因果道理，大家就會願意斷惡修善。所以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印祖係尤其提倡因果教育，呢個係消災免難嘅重要有效嘅方法。下面一段，唯以今人不明因果之理，故多私欲填空，無惡不作，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現代啲人因為佢唔知道有因果，所以佢敢於作惡為咗自己嘅私欲可以講話係損人利己，無惡不作招來無窮嘅災害。佢知利人即是利己，害人甚於害己所以真正為人嘅，自己得福報善因結善果害人嘅人最後得惡報，害咗自己故我平素常言因果者善人聖人治天下，如來度眾生之大本。印光大師平時就大力咁提倡因果教育呢個係一切世出世間聖人自覺平天下嘅大根大本
世間聖人孔子、孟子、老子，佢哋講因果儒家裏邊講嘅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佛家講嘅度眾生都係從因果講起呢個因果報應，佛講嘅更加圓滿，更加詳盡就捨因果而欲談，自覺平天下，何以緣木求魚？未見其能有德者也。捨棄咗因果教育，想話自覺平天下，唔可能呢度舉一個例子，一個比喻話緣木求魚呢個魚係生活喺水裏邊唔係長喺樹上邊如果你沿住嗰個樹木上去求嗰啲魚想去捉魚，點可能捉得到呢？呢個係比喻如果唔用因果教育，想要使到我哋社會安定、天下太平，唔可能嘅事情。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這事；欲知來世果，今生作這事。呢個因果報應係你呢一生所受嘅，你要知道前生係乜嘢，你就睇知今生所受嘅係乜嘢所以好多人用催眠嘅方式想去了解前世，其實冇必要睇你今一生你係咩個樣你有咩福報，你就明白前生你做咗咩因想知道來世有咩果你亦都唔使問人，唔使去占卦算命就睇你呢一生做咗嘅係乜嘢因果報應一啲都唔會有差錯如今生所作所為皆是惡事，來世安能免受惡果呢？你今一生如果係做嘅係惡事點可能話來世又唔受惡果若今生所作所為皆是善事，來世何患不得善果呢？所以我哋做善事，亦都唔需要去求果報，果報係自然嘅。所以古人勸我哋但聞耕耘不聞收穫我哋只管去努力去為善，善果自自然然，福報會自自然然嚟嘅唔需要擔憂下邊引用儒家兩部經典一本係《易經》呢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呢個易經係儒家13經之一佢裏邊就講嘅因果積善嘅家必有餘慶慶係福報呢個餘慶係對佢家人嚟講自己修善得福報自己家人都得到餘福子孫後代都能夠得到福報。咁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如果我自己做作不善，連累咗全家自己做不善
得到惡報呢個冇辦法啦，呢個係必然，而且家人都會受到餘殃呢個殃係災殃所以我哋睇一個家庭，佢能夠綿延長久，一定係祖宗有德我哋想使到要我哋子孫能夠世世代代都能夠有好報，我哋最緊要自己積德行善。下邊有引用《書經》裏邊講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我能夠為善，自然就有福報呢個祥係吉祥天降福於我。其實呢個唔係天降福係我自己善有善報，自然感應咁作不善嘅事情，自然就會感應到有災難。其理與我佛所講之因果正同，所以儒家講嘅呢個道理，同佛家講嘅因果亦異曲同工，非常相似。咁呢個易經裏邊講嘅所謂愚者，乃是正報之愚並非正報。呢個講嘅正報係本人本人即善，當然本人得福報但係仲係有餘慶邊個享受你嘅餘慶餘福呢？你嘅子孫所以本人來生後世所享受者，乃為其本慶本殃你自己本人如果積德行善，你來生就會享福生到三善道享福所謂人天修羅，呢個算係善道如果我做作惡業，將來墮落惡道去受苦所謂係餓鬼畜生地獄三惡道咁每一道眾生嘅福報都唔一樣譬如講人道裏邊也有大富大貴亦都有貧窮下賤嘅，短命嘅，多病嘅都有所以人雖然同喺一道上面，但係佢哋嘅福報都好懸殊呢啲都係自己過去生中所做作嘅善惡業感應呢個係佢自己嘅正報本慶本殃本就係自己佢得到嘅福報或者災殃。咁仲有餘報係咩呢？則在其子孫餘慶而殃，皆其先代所積而流備者也。呢個餘慶餘殃即係你自己做作福又做作善就有餘福，福蔭後代如果自己做作不善呢，禍延子孫當然佛家呢個因果道理講得明白呢個都唔係冤枉子孫嘅係咩子孫投胎到你屋企呢？係如果我做作惡業嘅，係嗰啲做作惡業嘅子孫投到我屋企，所以感得佢有惡報。
所以佢所受嘅也是佢自己嘅果報，只不過係我哋感應埋一齊啦。所謂同類相聚所以其他人睇我哋呢個屋企，哎呀，呢個就係受到餘殃咁其實呢，個人嘅因果都係個人負責嘅。下邊一段講，世人不知因果，以為人死後即皆了脫，無所謂再有善惡果報，此為最誤天下後世之邪見。所以世間人唔相信因果道理，唔相信輪迴報應，呢個係斷見佢以為人死咗之後就了脫咗啦，乜嘢都冇啦。所謂人死如燈滅，呢個係錯誤嘅知見，唔符合事實真相。咁既然佢認為冇輪迴啦，當然冇所謂善惡果報啦。所以佢唔相信有報應。呢個係危害天下不淺最誤天下後世嘅邪見。須知人死之後，神識並不除滅。人身體有死亡，人嘅身體好似自己嘅件衫一樣，佢唔係自己嘅。呢個衫着咗幾十年啦，着到最後爛啦，壞咗啦，不能夠再着落去啦，就要除咗落嚟，換一件新衫。身體亦係都係一樣，呢個身體老啦、病啦，不能夠再用啦，自然呢就要離開身體，又去投胎換一個新嘅身體。所以身體雖然有死亡我哋嘅神識俗稱嘅靈魂唔會消滅嘅。若人能知神識不滅，則別樂於為善不敢為惡。如果我哋知道靈魂不滅神識不滅，佢仲會投胎嘅，咁就係關心來世去邊度去邊度取決於我今一世做咗緊乜嘢業。所以明白呢個道理我哋先可以樂於為善，不敢為惡。我哋要為我哋將來負責任若以為一死即了，則可且快目前任意縱欲，無惡不作，無作不惡。所以人如果有邪知邪見係好麻煩嘅事情。佢嘅行為係受佢知見所支配。如果佢認為人一死了之人死如燈滅啦，咁佢就可以胡作非為，反正唔需要負責任。且快目前係追求目前嘅痛快，任意嘅縱欲，所造作嘅都係惡。咩叫惡自私自利就係惡。你睇下而家世間人起心動念都係為自己打算。有幾何係唔諗自己，完全係為他人打算呢？有幾何能夠真正犧牲自己去為別人呢？所以呢個自私自利就惡
無惡不作有自私自利所做嘅嘢，通通都叫做惡冇自私自利所做嘅，通通叫做善所以此種極惡大逆之作為皆為斷滅邪見所致之結果呢啲大惡嘅人大逆不道嘅人，其實都係好可憐嘅人點解？因為佢哋唔知道人有三世輪迴佢有呢啲斷滅嘅邪見所以造作出呢啲糊塗事感得呢啲果報墮到地獄裏邊呢啲都係好可憐嘅人果能盡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自然天下太平，人民安樂所以一定要推廣因果教育幫助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斷惡修善，就可以使到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然此尚非究竟法，如何乃為究竟法？是即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脫死呢個當前能夠消災免難，呢個係救急用嘅佢唔係究竟法，究竟法係圓滿嘅幫助我哋離苦得樂，呢個叫做究竟法所以我哋教導人民因果報應叫大家能夠斷惡修善，呢個係第一步咁有善根嘅人，佢就能夠提升咁佢即使冇善根，佢能夠保住呢一生能夠安樂甚至來生都能夠安樂，但係佢唔能夠出輪迴依然喺六道當中喺六道輪迴當中難免會遇到不好嘅緣佢又會做作惡業，將來仲要墮落所以呢個唔究竟咁咩叫做究竟法呢？係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了生脫死，呢個先係究竟法往生到極樂世界就出六道輪迴啦並須閒暇傳承頓輪盡分呢個尋日嘅開示當中印光大師已經提到，今日再提，說明佢嘅重要性呢個念佛人必須要閒邪傳承閒邪就係防非止惡閒就係防止嘅意思邪包括身口意嘅造作都唔可以有偏邪傳承意念真誠善良至誠恭敬頓輪盡分就係喺人倫關係當中盡到自己嘅義務扮好自己嘅角色則不但國運可轉災難亦可消呢個人係善人佢又能夠念佛
佢自己嘅運啊就轉，佢就唔會受災難。佢能夠自行化他，又能夠影響一部分人，大家一齊斷惡修善，一齊念佛，呢個社區嘅災難就免除啦。一國之人都能夠如此，一國嘅災難就能夠免除。所以呢個係護國息災嘅要訣。下邊呢一段講，蓋今日之災難，皆是大家共業之所招。所以今日嘅災難，確實都係共業所感召。若人皆能念佛行善，則共業可轉，而劫運亦消矣。所以消災免難，要靠念佛行善。人人都能夠咁做，共業就轉過嚟啦，劫運就消除啦。下邊舉一個例子，如當一二百戶戰時念佛之人家，得靈感者甚多。呢個一二百戶戰就係1932年嘅淞滬戰役。日本呢個軍國主義者入侵上海，同國民黨第19軍團開戰。呢個戰爭非常之激烈。從1月28號開始，呢個1932年1月28號，一路打到3月3號先停戰。維持1個幾月，傷亡雙方都慘重。咁念佛嘅人家呢，往往喺呢啲咁嘅災難當中得救。印光大師喺開示當中舉出一個例子，話喺呢個128戶戰當中，有一戶信佛嘅人，全家信佛。呢個戰爭打起嚟之後，佢哋全家都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結果佢哋周圍嘅嗰啲屋，通通都俾炮火打毀壞，傷亡好慘重。唯獨佢哋嗰個屋企，佢嘅屋絲毫都冇損壞，人亦都冇傷亡。後尾佢哋念咗7日之後先被19軍團營救出嚟，安然無恙。呢個係不可思議嘅感應。所以下面講，彼一己獨修尚能得如此靈感，況盡人皆能共修乎？一個人能夠咁樣去獨修，尚且能夠得到咁樣嘅靈驗，咁如果大家都能夠一齊做，必定可以使到災難化解。故知國難亦可由大眾虔懇念佛挽回之也。所以一個國家嘅災難可以挽救嘅，一定要大家共同虔懇念佛。呢個最緊要就係虔誠懇切咁念佛，至誠感通。佛力不可思議，冇化解唔到嘅災難。
下邊一段，又如觀世音菩薩以32應身入諸國土，尋聲救苦。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道者，則以何身而為說法。佢嘅悲願係入諸國土尋聲救苦。喺災難當中，只要我哋能夠話一心歸命觀世音菩薩，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嘅聖號，就即刻能夠得到觀世音菩薩加持，從苦難當中解除。觀世音菩薩有大願救人急難，如能自成誦觀音聖號自能即得感應。呢個感應係即刻就得到嘅。呢個道理非常之深，因為一切法由心想生，災難由我哋心想生。我哋呢個災難當中念頭一轉，念觀世音菩薩嘅時候，惡念就暫時中斷，惡業暫時能夠轉變。所以觀世音菩薩聖號一提起，災難就終止。古今之得靈感而見諸災記者甚多。從古到今記載嘅呢啲靈感嘅事情非常之多。諸君可自翻閱之。我哋自己去查一下，讀一讀呢啲有關嘅記載，我哋就知道啦。呢啲靈感嘅事情真實不虛。除本普門品中所述外，凡應以何身得道者，即現何身而救度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係喺法華經上面嘅，裏面就講到32應，應以乜嘢身嚟得道嘅眾生，觀世音菩薩就現乜嘢身嚟救度佢。咁除咗呢啲所講嘅32應之外，其實係唔止無量無邊嘅感應。應以山河大地橋梁道路身得道者，觀世音菩薩呢亦現山河大地橋梁道路身而救度之。不可思議，真實不虛。不可思議係佢嘅理太深啦。如果唔係深入經藏，對於唯心所現、唯識所變嘅道理徹底明白通達，我哋冇可能理解。但係呢個事係真實不虛。我哋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嘅人就有福啦。現在之人真發信心者少，無信心者甚多。可憐依家嘅人，科技進步啦，反而受害不淺。點解呢？佢懷疑心重，樣樣嘢都要問，點解會咁樣啊？當然佢想要了解點解會咁樣，唔係話唔得，但係呢個要需要好長時間，深入經藏先可以理解。但係對呢個觀世音菩薩感應嘅呢啲事情發生懷疑，自己受到損害就大啦。依家人迷信科學，樣樣都要攞出科學證明。
咁我哋知道，我哋人嘅思維啊，我哋嘅理解力好有限啊！而宇宙真相極其深奧、極其廣大，並不是我哋小心量嘅人能夠接受、能夠理解。所以真發信心嘅人就少啦，而冇信心嘅人就多。咁當然要把道理講清楚。而家人迷信科學，必定要用科學同大家講清楚。把道理講明白，佢就相信。所以講經說法功德無量幫助人破疑生信。佢能夠有信心，佢先能夠力行。所以若盡人能發信心又能行善，亦何哉不可消哉？呢個信心最緊要。華嚴經裏面講，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人嘅善根係信心生出嚟嘅。佢能發信心，又能夠行善，災難一定消除。下邊講到，凡人之信心，最好在幼小時培養。所以信心嘅建立係長期嘅過程。父母從幼小時對細路仔要培養佢嘅信心。所以故為父母者於其子女幼小時，當即教以因果報應之理，頓論盡分之道。呢個係要對子女用因果教育，用倫理道德嘅教育，使到佢哋印象深刻。古人話：少成若天成。佢細個嗰時候所接受嘅理念，等於佢自己天成一樣。呢個時候用好嘅教育嚟教導細路仔，就奠定佢將來呢個正嘅根基。子女受益無窮。否則及其長大，習氣已成，即難為力。如果細個嗰時候冇注意教導佢，等佢長大咗之後，已經養成唔好嘅習性，你再要佢改就難啦。尤重者是在胎教。尤其重視嘅係咩呢？胎教。人夫果能如數念佛，行善去惡，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身不行惡事，口不出惡言，使兒在胎中即禀受正氣，則天性精純，生後再加以教化，無有不可成為善人者。所以胎教重要。做母親嘅對於兒女係第一老師。孕婦懷孕嘅時候就能夠食素念佛，改惡修善。目不視惡色，就係非禮莫視。耳不聽惡聲，就係非禮莫聽。身不行惡事，
口不出惡言，就係非禮莫行非禮莫動凡係唔符合禮嘅、唔符合仁義道德嘅呢啲嘢咧，都唔好接觸，因為接觸咗之後就會影響胎兒所以真正有愛心嘅父母一定要注意到使胎兒秉受正氣唔好受任何嘅污染，咁佢嘅天性就精純純正純善個胎兒喺母親娘胎裏邊，佢就接受教育啦。呢個時候，母親佢所做所行，甚至意念所諗嘅，對胎兒都有影響生後再加以教化出生之後，如果佢胎教好天性精純，容易教化但係教化都唔可以鬆懈繼續以倫理道德因果教育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善人下邊一段講：直周太姜、太任、太師，相夫教子之淑德義行，竟繼承周朝800年之王業，即其先範呢個係舉出周朝開國時候嘅3位女性太姜、太任、太師。太姜係周文王嘅祖母佢生王姬王貴季節嘅季，王貴係周文王嘅父親。王貴娶咗太任太任生文王文王文王娶太氏太氏生武王武王周公呢啲人都係聖人都係出自於母親之手。所以3位女性相夫教子嘅淑德義行淑係美好義係美好，美好嘅道德為周朝800年嘅王業奠定根基所以周朝成為歷史上最長久嘅朝代，唔係冇原因嘅，係由於3位聖夫人佢哋嘅功德所造就嘅。呢個係一切女性嘅先範，凡係模範，故印光常為呢個印光大師自己稱呼自己佢經常提到自覺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1大半呢個自覺平天下嘅權力唔係喺男人家手上係喺女人家手上操得1大半。點解咁講呢？良以家庭之中主持家政者多為女子男子多持外務呢度講男主外女主內一個家庭家政係女子去主持男子喺外邊賺錢養家其母若賢則子女在家中耳濡目染，皆受其母之教導，影響所及，其益無窮。
若幼時任性驕縱，聽其自由啊，絕不以孝悌忠信因果報應為訓啊，則長大不難為無惡不作、無作不惡之魔王眷屬。呢度講話，如果佢哋咁做母親嘅賢惠喺屋企能夠話教育子女，為子女做一個好樣子把孝悌忠信嘅呢啲道德表現出嚟，子女喺屋企耳濡目染，自自然然就受到佢母親嘅身教呢個利益係無量無邊所以好嘅子女因為有好嘅父母而母親對於兒女教育方面嚟講，比父親更加重要。若幼時，如果細路仔佢就驕縱任性而家好多啲父母唔懂得道理以為愛孩子就係一味咁滿足佢嘅慾望，佢要乜嘢就俾乜嘢聽其自由，而不能夠用孝悌忠信呢啲仁義道德以及因果報應嘅呢啲案例嚟教訓佢所以佢到長大啦必定係無法無天肆無忌憚所謂無惡不作、無作不惡呢啲係魔王眷屬魔王眷屬都係由於不明事理嘅父母做出嚟嘅，所以教育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故子女幼小時，切須養其善心，嚴加管教。所以細路仔從細就要嚴加管教。管教嘅目的就係長養佢嘅善心。長養佢嘅仁義道德，唔可以長養佢自私自利，唔可以長養佢個慾望。要知今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之輩，即多從彼父母之嬌生慣養而來有一個殺人犯犯咗呢個殺人罪被判處槍決佢臨行之前臨刑之前要求見佢母親一面對佢母親話母親，我想最後一次食奶。佢母親非常之痛錫佢，從細到大只要佢想做乜嘢就滿足佢，所以佢母親就彈出呢個乳頭俾佢食奶。結果呢個殺人犯竟然把佢母親嘅乳頭咬咗落嚟。佢好痛恨佢母親，最後話：你點解從細冇教育我，使到我今日有呢一個狀況？後悔都遲啦。所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之輩呢啲惡人都係由於從細嬌生慣養而來真正愛護自己兒女嘅父母，
一定要好好教育佢哋唔可以嬌生慣養夫以孟子之言尚須其無三謙，嚴加管束乃成況平庸者乎？呢個係舉出孟母三謙嘅例子孟子嘅母親為咗創造一個良好嘅環境俾孟子學習，3次搬家最後搬到一個讀書人屋企附近做鄰居。孟子從此就喜歡讀書。呢個講明母親要有呢個教育兒女嘅意識先可以造成呢個造就聖人所以聖人都係出自於聖母之手如果我哋對兒女不能夠嚴加管束而兒女又冇孟子嘅呢種根基，咁點可能呢個兒女將來會有出息呢？下邊一段講到，現在大家提倡男女平權為抬高女人嘅人格，其實男女之體質既不同，其能力責任亦自各異。聖人所謂男正為夫外，女正為夫內。依家啲人我哋大家都知道提倡男女平等口口聲聲話要抬高女人嘅人格地位，但印光大師呢度駁斥呢一種觀點人生出嚟有男有女，佢嘅體質天生就不同點可以一定要求兩種人做同樣嘅事情呢？佢哋體質唔同能力責任當然要有不同每一種人都要發揮自己嘅最優越嘅呢啲方面所以聖人規定男主外女主內，係根據人嘅天性自然嘅呢啲體質能力分配並唔係話主外嘅人能力一定高，唔係，係分工有不同反而女主內嘅內嘅呢啲工作比外嘅工作更加重要呢度下邊講話正為夫內者即係女子在家內做乜嘢實行烹飪紡織相夫教子等內事呢個女子比男子要擅長今令女人改任男子之事，則女人正位之事荒廢，家事無人管，子女亦無人教，其害無窮依家我哋提倡話男女平等啦其實係講咩呢？要女人去從事男人嘅事情同男人一樣要喺社會上面去競爭做男人嘅事情咁佢要爭男人嘅事情，自然女人佢正位之事就荒廢咗。咩係正位之事
相夫教子，尤其係教育子女啊！一個家庭最重要嘅事係咩事啊？古人話不孝有三啊，無後為大啊！要有後，最重要係做母親啊！呢個有後唔係話只係生育兒女先叫有後啊！如果生出嚟嘅兒女不能夠話繼承父輩嘅事業，不能夠傳承家道家風，呢個就唔叫有後啊！咁呢個就需要母親教育所以母親對於家庭嚟講，比父親更為重要如果荒廢咗呢個正事，咁家事冇人管啦，兒女又冇人教啦，呢個危害就太大啦！唔單止害咗呢個家庭，仲害咗社會。依家我哋社會點解離婚率咁高？點解兒女嘅教育出咗咁大問題？同呢個有關係女人正位之事荒廢咗所以名為抬高女人嘅人格，實則不但推倒女人嘅人格，並家庭基礎以亦破壞，何勝長談就咁樣做聽起身好似話係抬高女人嘅人格把女人同男人平等，其實係乜嘢？把女人嘅天職破壞咗，推倒咗女人嘅人格用一個難聽嘅話嚟講，就係使女人不務正業使到人類嘅後代斷送家庭嘅基礎亦都破壞咗不穩定因素呢個係印光大師非常之慨嘆。所以印光大師喺呢度大聲疾呼願女界應然各能認清自己嘅人格所在，殊家庭子女皆成賢善，天下尚安有不太平之理者。希望呢個係印光大師嘅願望。女界應然，呢個係對女人家嘅尊稱女界裏邊嘅英雄賢士都能夠認清到自己嘅人格在邊度其實女人家佢哋嘅地位係無上嘅。點解前面講嘅治國平天下嘅大權，一大半都喺佢手上家庭嘅後代、國家嘅後代也是喺佢手上我哋要認清楚自己嘅呢種無上嘅責任同埋地位希望係家庭子女都能夠成為賢善善人，甚至係聖賢，咁天下就唔會有不太平啦天下有不太平係因為喪失咗教育，喪失咗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係根本下面講話，故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在於家庭教育家庭嘅教育主要就係母親嘅職責而
兒女從細到大呢個家庭教育冇實任期多半子女在胎秉其氣，生後又事其義，受其教，故亦義成賢善如果子女喺胎教嘅時候能夠佢母親呢個斷惡修善真係好似周朝三太一樣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呢個正氣生長呢個根基就穩啦生咗出嚟之後，兒女呢喺父母身邊特別係母親同自己兒女喺埋一齊嘅時間更多所以兒女睇母親嘅行儀舉止呢個係身教，受其教係佢嘅言教，所以好容易就成為賢善此為不言形跡能治天太平之要務不言形跡唔係好轟轟烈烈嘅呢啲大事家庭每日母親注意到嘅教育身教言教，但係呢個係天下太平嘅重要嘅任務母親要負擔起來昔各界偉人多未見及願屢屆應賢於此節能注意焉呢個係印光大師好惋惜呢啲各行各界嘅偉人名人冇睇出呢一點所以希望屢屆嘅應賢呢能夠喺呢一方面注意到。今人每稱婦人曰太太，須知此太太二字之意義甚為尊大太太兩個字嘅意思係好尊貴好偉大嘅一般人就認為嗰個屋企嘅夫人就叫太太，但係太太嘅根源我哋要明白蓋此二字之淵源遠起周代從周朝開始，係太姜、太任、太師皆是女中聖人，皆能相夫教子頭先我哋講到周朝三太太姜文王嘅祖母，太任文王嘅母親，太師係文王嘅太太，都係女中嘅聖人佢哋擔負起相夫教子嘅天職太姜生太伯、仲雍、季歷三兄弟係三聖人。太任呢生文王周文王太師生武王周公兩兄弟。此祖先三代女性生祖先三代數聖王為千古最美之聖子所以呢三代嘅聖王原來係出自於三位聖人呢個聖母嘅手上。